你可能都發現嘅母機係越嚟越貴啦。但奇怪嘅係越貴就越難買。好多人呢以為係母公突然瘋狂掃貨，但真正嘅原因比你想象中更涉及產業鏈。第一呢，產能被擠滿晒，晶圓、封裝、電源、散熱，每一個環節都喺度俾產能俾手機、AI、車載晶片，母機根本就排唔到優先級。第二呢，機器越先進就越難大規模生產，能效越高晶片良率就越低。唔係廠家唔想賣，而係做唔到咁多出嚟啦。第三，挖咗越嚟越集約化，大廠一出手就係幾千幾萬部，佢哋提前鎖定產能，細玩家自然只能夠排隊。第四，供應鏈開始反向定價，唔係市場決定價格，而係產能決定價格。只要係產量跟唔上，機器就永遠係搶手貨。所以你見到佢唔係禁機暴漲，而係成個產業鏈喺度話你知機器稀缺，產能有限，想買就先排隊。呢個就係點解佢機貴得佢又難買。